我讲摕高赛啊，你看。我叫是伊摕石头，伊竟然摕高赛。迄阵高一咧要考台南县文化局的街头艺人啊。哦，你16岁就想要做街头艺人？嘿，迄当阵弹乐琴，我有熟悉一个职工，职工伊姓花木兰的花。哎呦真特别呢。花阿公花龙上花玲雄职工，伊甲讲啊，中原啊，迄个做卡蒙歌的吼，我有熟悉啊，伊遐一组卖区，啊，你甲招啊，看你要甲买无，啊去考街头艺人。哦，你较袂安尼打势唱甲烧声啊，当招较熟悉。但是16岁尔，你想要做街头艺人是为着要趁钱，还是想要表演？拢有。我看起来是一个想要表演的心。对，就想要红的。诶，趁无钱啦，台湾人无迄个习惯，就是讲哦，落钱。对啊，我要听看者就离开啊。哎呀，对啊，所以我拢做大方，我看到街头艺人，我拢50、100安尼。哦，拢会甲因支持啊。支持一个，你不管等下要行拄倒位过，我去头前唱者。我当老师也无假死啊。我当摕高赛啊，你看。我叫是伊摕石头，伊竟然摕高赛。你若要用手去摸高赛，我嘛是接受啦。身体高赛呢？我加左就敢用手掠啊。我加左嘛敢用手掠。赛我嘛敢落啊。赛我是要做要比赛。咱这是有做一个节目，袂使咧讲。可以接。